各位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香港股市透視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6月9號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港股表現令人鼓舞，三大指數全線上揚，恒生指數收報24,181.43點，單日上升1.63%。恒生科技指數收報5,433點，升幅達2.78%。國企指數亦都錄得1.74%嘅升幅，收報8,780.13點。全日成交額高達2,458.3億港元，明顯反映市場資金活躍，交投氣氛熱烈，南向資金持續淨流入，為港股提供穩定支持。恒指市盈率大約9倍，繼續處於歷史低位，為長線資金吸納創造有利條件。今日市場焦點主要集中於中美貿易談判即將喺倫敦舉行，市場憧憬雙方有望喺科技、稀土等領域取得突破，帶動風險偏好明顯提升。市場資金明顯流向科技、稀土、醫藥、影視同埋新消費等高彈性板塊，成為推動大市上揚嘅主力。板塊方面，稀土、創新藥、科技同影視表現最為突出。稀土板塊方面，中國稀土00769單日暴漲60%，創3年新高，帶動整個稀土概念股集體爆發。消息面上，中美談判聚焦科技及稀土，市場預期中國或者加強稀土出口管制，令稀土股估值大幅提升。創新藥同埋醫藥板塊亦都有不俗表現。金斯瑞生物科技01548升幅超16%，歐康維視生物漲超19%，雲頂新藥、諾誠健華等多隻創新藥股漲幅超過12%。主要受惠於近期創新藥獲批上市數量增加、臨床數據亮眼以及海外授權突破，帶動整體板塊估值重估。科技板塊方面，快手、美團、京東、網易等大型科網股普遍上升4%至5%。AI、雲計算、數據等新經濟主題持續受資金追捧。影視板塊方面，阿里影業01060大升超11%，橙天嘉和貓眼娛樂等亦都錄得顯著升幅，受惠於暑期檔票房預期向好，電影市場熱度回升。新消費板塊方面，泡泡瑪特09992再創新高，反映新消費及月紀消費主題熱度持續。相對而言，黃金及汽車等傳統防守型或周期性板塊今日走勢偏弱，資金明顯流向高增長、高彈性嘅行業，整體市場資金輪動速度加快，熱門板塊短線漲幅巨大，部分資金開始尋找低估值保障機會。推動今日市場嘅主要因素，首先係中美貿易談判嘅利好預期。中美即將會喺倫敦展開新一輪談判，議題涵蓋科技、稀土同埋關稅。市場普遍預期雙方有望緩和近期緊張局勢，降低外部風險溢價。特別係稀土作為中國對美談判嘅重要籌碼，相關股份受消息刺激大幅飆升。其次，港股估值長期處於歷史低位，吸引大量南向資金同埋長線資金逐步加碼，資金流入推動市場活躍度提升，並帶動高增長板塊估值收復。第三，創新藥行業近期盈利政策利好，5月底國家藥監局集中批准11款創新藥上市，多家企業臨床數據優異，海外授權金額突破新高，行業盈利能力改善，吸引資金流入。第四，全球 AI 浪潮推動科技板塊持續成為市場主線，港股科技企業加大研發投入 ，AI、雲計算、數據等技術加速落地，提升行業景氣度與盈利預期。最後，暑期檔電影供給豐富，票房預期明顯改善，推動影視板塊全線上揚。新消費、月紀消費主題亦都受資金追捧。值得關注嘅個股方面，中國稀土00769作為稀土行業龍頭，今日暴漲60%，創3年新高。公司受益於中國對稀土出口管制政策及全球供應鏈博弈，未來隨住稀土價格中樞上移，盈利同埋估值有望雙擊。金斯瑞生物科技01548作為創新藥板塊代表，今日大升超16%。公司具備強大研發能力，
近期多項新藥獲批，海外授權金額大增，市盈率由2月21日嘅64倍降至現時大約30倍，估值吸引。阿里影業01060受惠於電影市場熱度回升同暑期檔預期，今日升超11%。公司內容供給豐富 ，AI 同 IP 潮玩結合，有望推動業績持續增長。快手、美團、京東、網易等大型科網股今日普遍上升4%至5%，受益於 AI 技術突破、消費復甦同政策支持。泡泡瑪特09992作為新消費代表，今日再創新高。公司產品創新能力強，品牌影響力大，受益於年輕消費群體崛起。投資者情緒方面，今日明顯回暖，風險偏好提升，資金積極流入高增長板塊。不過，部分行業如創新藥、新消費，短線漲幅過大，部分資金開始關注估值泡沫同埋獲利回吐風險。市場主要擔憂因素包括中美談判結果仍然存不確定性，若果談判未能取得實質進展，市場情緒或者再度轉弱。港股估值雖處低位，但係部分熱門板塊短線交易過熱，資金輪動加快，波動性加大。全球經濟復甦基礎仍然不穩，內地政策刺激能否持續落地，外部需求恢復情況等，均需持續觀察。港股6月至到9月將會迎來新股解禁高峰。部分新經濟股面臨解禁壓力，或者係對短線股價構成壓力。總括而言，今日港股喺中美貿易談判利好消息帶動下，市場氣氛顯著回暖，科技、稀土、醫藥同埋影視等板塊表現強勁，但係部分熱門行業短線漲幅巨大。投資者需警惕估值過熱同埋消息面不確定性帶嚟嘅波動，建議關注基本面優質、具備長線增長潛力嘅行業龍頭，並適度控制倉位，靈活應對市場輪動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僅供資訊同教育目的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者法律建議。我哋致力於維持內容嘅誠實性同埋透明度，但唔保證內容嘅完整性、及時性或者準確性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包括本金損失嘅可能性。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，請諮詢專業財務顧問。